得意馬騮識換尿片，爛飲猩猩要食煙。我要食雪糕啊！咦，咪嚟嘅？ Ivan， 唔好行咁快啊！我要食雪糕啊！哇，做乜變咗隻馬騮㗎？佢不嬲都係馬騮，5年前就加入俄羅斯呢個家庭，主人當佢係細路咁錫，唔會用籠韞住佢。Ivan 好醒目㗎，食飯自己換尿片都冇問題。但有網民就批評主人殘忍當得意，俾衫佢着阻住佢活動，影響健康啊！但喺賭場呢隻黑猩猩嘅健康可能更差，因為喺俄羅斯最大賭場做吉祥物嘅阿 John 食遊客抌俾佢嘅煙，又偷飲遊客嘅啤酒，上晒煙癮酒癮。阿 John 退休嗰陣，賭場老闆送佢去動物園住，不過遊客繼續俾煙俾酒佢，動物園唯有運佢入玻璃屋勒戒，終於搣甩鋪人健康返啊！